T Pass 月票真受到欢迎哦，也毋过客运业者为着请无驾驶是真伤脑筋。以台北市来讲，过年后又搁有一批驾驶是头路。台北市交通局是表示讲哦，因会先针对路线来做调整，也毋过嘛呼吁中央考虑开放技术性的移工，嘛强调讲已经有向交通部跟劳动部提出需求。公车要驶转去总站，伫路口先动点，较近两边无人。公车伫市区咧驶，逐工面对车路无共的状况，嘛要照顾上车甲落车的乘客，工时搁长，压力是真大。车外车里都一个人要看很多面的嘛，包括车上每一面镜子都非常的重要。流动率算蛮高的，对，因为蛮累的。业界人才流动率大，司机欠工已经真做常态。今年新车了后，台北市公车业阁出现一波离奇的情形。伫疫情了后，旅客回流，加上行政院推动通勤月票，坐车的人客愈来愈多，业者面临有车煞无司机的困境。业者有车，但是没有人，在尖峰时段就有上不了车的状况，因为国道客运或是快速公车他们有座位的限制。台北市公运处指出，台北公车恢复到疫情之前服务的水准，抑阁至少欠700个司机。为了让人力的运用更较精准，已经请业者利用大数据分析，试办减班或者是发车时段调整。另外嘛建议会当招募工时较短、单线工时的司机。台北市交通局向中央提建议，应该考虑开放技术性移工来补欠缺的人力。中央他们提的就是看看能不能引进外籍的劳工能够引进来。好，在这个部分我们也蛮认同的。交通部还有劳动部这边在相关的法规如果能够做一些调整的话，也许有这个机会。因应全国面临大客车驾驶拢欠工的问题，公路局为111年开始办理公共运输大客车驾驶扩大征才、稳定就业人才方案。不过，这个计划已经在今年2月份截止，公路局已经小办计划提报交通部，等待审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